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聊美团，聊聊美团裁员，美团也扛不住了。进入2026年7月美团陷入大规模裁员的傳言，網上關於美團裁員的報道也非常多，美團自己也在進行這個叫聲明。2026年7月，美團陷入了大規模裁員傳言。國內互聯網企業對於負面輿論，特別是裁員的負面輿論響應非常快，美團立即給出回應，是吧？近2個月實際離職員工不到2000人，佔11萬員工總數的比例不高。實際上是怎麼回事呢？我們來看一看這個財新網，它有篇報道，7月10號，美團回應多業務線集中裁員，實際離職人員不到2000人。財新網這麼說的，他說美團開啟近年來最大一次人員調整。近日，多名美團員工向財新稱，5月初開始，公司內部包括核心業務在內不同業務線多個部門開始裁員，裁員比例不一，裁員補償為 N+1，就是工齡加1個月的工資。如果你是3年工齡，那就是補4個月，這就是裁員補償金。很多人拿着這個錢立馬就進了紅綠市場，準備在裡面要發家致富，結果鱷魚進去，壁虎出來，奧迪進去，奧拓出來，4個輪的進去，最後變成2個輪的出來。現在是奧迪進去，雅迪出來，給你留一條命是吧？給你留個可以發展自己特長和愛好的一些工具啊，算是感謝資本市場不殺之恩。你想 N+1，有的人幹了5、6年或者7、8年的，一下補他10來個月工資，這也不少錢，再加上他的積蓄有個幾十萬，那進去假設他有個50萬，一共就是補償金再加上這個積蓄有個50萬，任何進入紅綠市場1年翻個10倍，那不就是500萬嗎？你不搏一下怎麼可能翻身呢？你不理財，財怎麼可能理你？你就靠上班，你就靠坐在那兒，你能發財嗎？必須得搏一搏啊，勇敢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對吧？趕緊騎上什麼光模塊，還有什麼算力是吧？半導體，這一輩子唯一的一次發家致富的機會，不能讓他錯過。50萬如果再加上槓桿，那就是100萬，100萬翻個3倍5倍的不也一樣嗎？500萬對不對？也翻個10倍的1000萬，上什麼班？我們有很多人被裁以後意亂情迷，他穩不住，不聽勸，直到他的窩囊費賠得乾乾淨淨，被死死的套住，50萬變成了20萬，20萬變成10萬，這個時候他只好每天以淚洗面，精神失常。是題外話，當然這也是胡適節目的，當然警鐘長鳴，就像廣國散人一樣的，我每個節目都要點一下是吧？都要提一下讀完計劃，防止他搬運。廣國散人他堅持不懈，搬了1000多條，搬去收費。那我在胡適節目裡面不定時的，對不對？來提醒一下，警鐘長鳴也是應有之義，所以大家要適應。美團對此回應財新說，近2個月實際離職員工不到2000人，佔整體員工比例不高。不管高不高啊，你是裁員。再說了，如果11萬員工，你裁2000人什麼意思啊？為什麼要裁呢？你幾萬他不就走了嗎？11萬員工你到期你不續，你或者是說叫什麼優化的末位淘汰，11萬員工搞掉2000人，那根本就不用這麼大動作，不用裁員這2個字用不上。所以我覺得這個很蹊蹺，皮褲套棉褲必有緣故啊！你11萬人你搞掉2000人，居然這麼大動靜，網上全是，這不合適。至少對吧？說明叫什麼？有句話叫人走背字，美團是在走背字，你知道吧？人走背字的時候叫什麼？叫迎風尿3丈，順風打濕鞋，不行了，屋漏偏逢連夜雨，麻繩專挑細處斷，大概其實都是這一個意思吧。說根據美團4月發布的年報，2025年美团的員工數量為11萬，你說是把11萬整掉2000人，怎麼搞這麼大動靜出來？11萬整掉2000人，那都是和風細雨，对不对？根本沒人知道就走了，搞得財新網還報了很多媒體在報道，新浪財經。我今天講這個是因為網上好多文章，我看了一下，我覺得應該聊一下，因為我看到王鑫的滿頭白髮，雖然我沒他有錢，但是我頭髮比他黑，我們年紀差不多大。他雖然是財富自由了，但是你說他能輕鬆嗎？他一天都輕鬆不了，也不知道他給誰忙，給誰幹活，為誰辛苦為誰忙。一名美团在職員工告訴財新，本次裁員涉及美团境內多個業務多個部門，包括到店團購、美团閃購、商業化等美团核心業務部門，其所在小組屬非核心業務部門，
20%的員工被裁，同時60%的員工被整合轉崗至其他部門。一名5月初被裁員的美团員工称，其所在的美团核心本地商業 CLC 履约小組，一說到本地商業我就来火。要哥们，我10幾年前的創業就是本地項目啊，本地生活啊，我都歇業的關門10幾年了，這哥們美团還在整這玩意兒，觀念落後是吧？這就說明觀念落後，你拿錢砸也沒用，觀念落後了，現在還在搞本地。都是我10幾年前玩深的概念，我10幾年前咱創業項目就是本地生活。你美团現在還整這個，還完了，為啥還跟京東大戰，結果2敗俱傷，對不對？還有一個阿里，它是3敗俱傷。當時裁員比例並不高，裁員理由方面，公司解釋是組織架構調整，而另一名美團核心本地商業部門被裁員稱，其所在的組裁員比例高達40%，公司並未說明裁員理由。其所在組已鎖定 HC， 就是 HC 什麼意思？不知道，大概就是人頭兽。反正你這個組就這麼多人，剩下的人都得想辦法走，只出不進，大概這意思。此前招人也都是外包或者實習生。他補充，本次裁員在持續進行，較早溝通被裁員的員工基本在6月30日正式離職，是吧？半年這時候，前2天咱們介紹了小米裁員，你看看現在這是半年，你說下半年怎麼辦？一般的下半年是裁員高峰。半年就裁，說明真的是扛不住了。不到一般的怎麼着拖個半年，是不是？年底裁員，就像過年殺年豬一樣的，那是比較順暢的，這是叫順藤摸瓜，順其自然。你這大年中的你殺年豬不合適，大年中的你殺亡國散人不合適。較晚的可以選擇6月30日或者7月。一名美团離職員工告訴財新，美团今年的裁員比例高於去年的25%。也就是去年就已經裁了，今年又裁。去年其所在的組裁減1人，本次裁減2人，而其全組總共人員不到10人。他告訴財新，本次裁員明顯區別於年度正常考核裁員。考核裁員的話，公司在發年終獎之前就會與員工溝通，表示其考核可能為 C， 會面臨被裁員拿 N+1。也就是什麼意思？如果說他裁的真的很少，只有2000個人，他完全可以拖到年底，這不是又考核了嗎？對吧？多考核的20個不就2000個不就完了嗎？你11萬人，你就是10萬人吧，2000什麼概念？那才2%呀，是這樣的，2%的比例是吧？那還能不至於拿出來說？所以說我感覺這個屁股掏棉褲必有緣故。他這個美團回應的是輕描淡寫，實際上肯定是血流成河啊。他發現其認識的被裁員工，或是收入較同職級更高的，或是管理官幅較小的管理者。你什麼意思？也就是性價比不好了唄。我給你翻譯一下，或者是不帶人的 L8 及以上職級員工。上述美团核心本地商業部門被裁員工則表示，裁員並沒有明顯傾向。你說你工資高還成了罪過了？你的工資高肯定也不是他發善心給的，肯定是幹得不錯是吧？一直加薪加上來的。那現在遇到困難了，不好意思，工資高的你就最危險，先把你幹掉。這就像那什麼，老子說的是吧？成材一棵樹，這個樹不成材，它還能就什麼苟活是吧？如果這棵樹成材了，反而被砍掉，就這意思。你收入高，你本來你的能力大，你再加薪加到這兒嗎？收入高嗎？結果不好意思，裁員要把你裁掉。其所在組中 L6、L7 甚至校招生也被裁。同時，裁員的職位也不一，其所在的組主要是產品崗被裁，技術崗沒動，而其合作的業務小組則相反。過去1年，美團持續面臨外賣戰帶來的挑戰。2025年2月，京東正式進軍外賣業務，挑起本輪外賣戰。同年7月2日，阿里巴巴即時零售業務、淘寶閃購宣布500億補貼計劃，美團也不得不應戰跟進補貼。2025年3季度起，美團本地核心商業分部開始收入下滑，經營利潤轉負。2025年全年，美團實現收入3649億元，同比增長8.1%，增速較前2年的26%和22%大幅放緩，就是2025年美团的增速放緩。更值得注意的是，剛實現連續2年盈利的美团，也就23、24這2年是盈利的，到了2025年呢，再度陷入巨虧。全年淨虧損234億元，而2024年為盈利358億元。
但到了2026年一季度，外卖站趋于緩和，對美團業績的衝擊變小，當季實現收入911億元，高於市場預期的908億元，同比增長5.6%，這個正好跟 GDP 差不多，也不算過分，面子是保住了。一季度美團淨虧損68億元，去年同期盈利是100億元，刨去股權激勵、投資收益等因素影響後的經調整淨虧損是50億元，虧損規模小於市場預期的68億元，且相比2025年3、4季度虧損186億元、130億元環比改善。那按道理說，既然改善了，沒必要為這2000人搞的這種負面新聞、負面消息滿天飛，所以說這個還是有問題。美團 CEO 王興在財報後電話中稱，若競爭環境保持理性，疊加二季度旺季效應，預計2020年2季度外賣業務和 UE 會明顯好於一季度。另一方面，2025年3月，王興曾介紹美團的3層 AI 戰略，分別是第一層將 AI 結合到員工日常工作中，利用 AI 升級產品和服務，和開發內部的大語言模型。美團推出員工工作輔助工具，如 AI 編碼、會議和文檔助理、短視頻製作工具等，使用 AI 銷售助手來支撐 BD 業務。而在不久前，美團核心本地商業新成立 AI 什麼部門，探索進一步用 AI 梳理內部工作流程，搞得好像是 AI 導致的裁員是嗎？實際上不是，誰苦誰自己知道。根據網上很多美團員工的這種說法，情況跟這個官方說法又不太一樣了。對於身處這場風暴中心的美團員工而言，數字層面的1.78%，也就是說2000人對那個11萬員工，就是1.78%，在現實中演變成了100%的職場重創。內部員工的整體情緒呈現出一種從大廠信仰走向現實幻滅的劇烈轉變。聽起來確實沒有什麼，但如果你是被叫進會議室，15分鐘談完簽字走人的美團員工，你不會覺得這是小數點。這種急速冷酷的離職面談，在5月和6月的美團辦公樓裡反覆上演。過去，互聯網大廠代表着高薪、社會聲望以及相對穩定的職業上升通道。然而現在，員工猛然發現，衡量自身價值的標尺在一夜之間被徹底顛覆。過去被奉為圭臬的努力工作、瘋狂加班、能力過硬的戰略，在戰略調整面前變得一文不值。剛才說了嘛，恰恰是那些工資高一點的老員工被裁，員工的底層共識幻滅，評價你價值的標尺不再是你有多少努力，而是你所在的業務線在老板最新的戰略版圖裡還重不重要。一旦所在的部門被貼上非核心或低效益的標籤，無論員工個人是多麼兢兢業業、能力超群，都無法改變隨着整條船減重而被拋下水的命運。相比於拿到 N+1 直接走人的痛快，那60%被塞進轉崗洪流中的員工面臨的是更為痛苦的心理折磨。也就是說，實際上他裁掉了2000人，實際上很多人就重新分配轉崗調到別的部門。比如說員工在原有業務線如閃購積累了多年的業務邏輯、人脈資源和工作節奏，強行轉入全然陌生的業務線，如海外或非核心零售，過往的經驗瞬間清零。新部门的管理者往往擁有自己多年培養的嫡系团隊，比如從其他部門優化轉崗趕過來的空降人員。新團隊既缺乏鬆土澆水的接納意願，也極少會將核心項目和優秀績效分給他們。轉崗員工在度過幾個月的痛苦適應期後，大概率會在新的季度考核中背上 C 的績效，或者因無法忍受邊緣化而選擇主動離職。通過這種機制，公司成功將原本需要支付 N+1 賠償的硬性裁員，巧妙地轉化為了員工的主動離職。這種做法既大幅削減了財報上的遣散成本，又讓對外公布的裁員離職數顯得格外溫和好看，和風細雨。因此，不到2000人的實際離職數據只是海面上剛剛融化的冰山一角，海面下巨大的組織騰挪與變相清洗正在悄然進行。這個一般呢，有個職場經驗的都懂。如果公司說把你換一個部門，
那基本上除非讓你到那個部門就當頭，否則基本上你也差不多快了。這個大家都懂。首先第一個，你到了新部門，你肯定是個外來的，會被排擠，好事也輪不着你，擦屁股的是背鍋的。那你的第一個，你資格，你雖然在公司的資格很老，但是你在這部門資格你是新人。第二個，你又不是組的頭親自招的，這不是嫡系，你是不知道誰招来的，這公司誰招來的，你跟這個公司不知道誰有什麼千絲萬縷的關係，對不對？你把你放到我這下面，我怎麼用你？又不是我招來的心腹，不知根知底，對不对？所以說這个公司這個部門的頭他也不會重用你，還得防着你。那你來的目的就是背 C， 背最差的績效，這樣到時候裁員正好你的墊底，你是安全墊，你是那個部門的安全墊，他把你裁了不是正合適嗎？到今年年底考核的時候，所以說轉崗很多時候，尤其像這種公司，除非那個公司蒸蒸日上，正在膨脹，正在跑馬圈地，那你有機會。但是呢，公司在萎縮的時候，它本來在優化，在什麼減員增效的時候，把你轉崗，實際上那只是個過渡。如果你扛不住，那你就自己走了，公司省一筆窩囊費、遣散費。如果你有臉皮厚，我就玩命扛，那扛到年底，好，恭喜你，你拿到了 N+1，就這意思啊。所以說，相比於拿到 N+1 直接走人的痛快，那60%被塞進轉崗洪流中的員工面臨的是更為痛苦的心理折磨。他們在新部門啊，由於被打上了被優化才轉過來的隱形標籤，他們需要面對新同事異樣的眼光、新主管的冷淡以及完全無法入手的邊緣業務。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對未來考核必然拿 C 的恐懼，讓這部分員工承受着極高強度的精神內耗。許多人明確意識到，這不過是公司在用慢刀子割肉的方式逼迫自己放棄 N+1 的賠償而自願離開，連窩囊費都不想給了。相比較於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就不要說這個外資了，就是這些國內的這個互聯網巨頭，美團的 N+1 也會讓美團的員工抱怨。為什麼呢？他們認為美團作為一家市值數千億，靠着無數基層員工和棋手日夜拼殺出來的本地生活巨頭，在企業陷入困境需要員工買單時，給出的關懷力度卻緊貼着法律的下限，缺乏一個行業領軍企業應有的人文溫度。也就是他給的是最低是 N+1， 阿里巴巴給 N+3， 有的還比 N+3 還要多，百度都是 N+3， 最少是 N+1.5。網上有傳言說京東對35歲以上的員工，如果核心員工，也就是你在裡面幹了多少年了，如果被裁45萬的窩囊費打包補償，45萬窩囊費你想想吧，對吧？再加上自己的積蓄，勒緊褲帶省的錢，這一下就至少得有個70、80萬，自己再加個槓桿，變成100多萬，放到紅綠市場翻個3倍的，這立馬不就是財富自由了嗎？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是，美團在瘋狂優化到店、閃購、商業化等傳統產研和運營編制的同時，其2026年春季招聘並未停滯，甚至還在高調推進面向全球頂尖學術人才的北斗計劃，瘋狂招募大模型 AI、自動駕駛、硬件、智能硬件等領域的尖端專家。這撕開了大廠裁員最殘酷的真相。這不是企業走向躺平或倒閉的自殺式收縮，而是一場冷酷的結構性失血。在 AI 技術爆發的2026年，傳統的流量運營、基礎產品經理、中後台開發等崗位的投入產出比正在急劇下降，其部分工作功能正在被 AI 工具無情替代。大廠正在把從傳統業務身上砍下來的每一分錢、每一個編制，重新填進 AI 和硬科技的無底洞裡。對於普通員工而言，這意味着全行業總的組織崗位數量也許沒有發生斷崖式下跌，但是你所賴以生存的那個特定崗位正在從大廠的戰略版圖上永遠消失，也就是你的工作沒有了。所以這個告訴我們，就是大廠鐵飯碗神話，以及大廠這種優厚待遇、大廠這種穩定，實際上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如夢幻泡影，如電亦如露。這《金剛經》早就說了，在大時代和企業財報的回擺面前，所謂的互聯網大廠從來不是什麼鐵飯碗，甚至連一張長期的飯票都算不上。互聯網平台本質上是一艘在商海中高速行駛的巨輪，
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船身過重需要減重時，為了保住整艘船的程序，管理層會毫不猶豫的一輪接一輪的拋掉乘客如水手來減輕重量。所以說，我們有很多人，你在大廠，你现在還可以，但是不要着急，你要好好的享受，抓住這個時間窗口，因為這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高光時刻，千萬不要等到過去了你才知道。我現在告訴你，我提醒你，現在就是你最高光的時候，所以要好好享受，要珍惜，不要等到明年突然人事找你谈话，30分鐘之内让你走人，那個時候突然措手不及。互聯網大廠目前都在開啟渡劫模式，剛才那個已經說了，它主要它一虧損，報表不好看，在這種情況下，它還要 all in 那些人工智能 AI 算力，美團自己還推出一個大模型是吧？你看那都花了多少錢呢？所以只能它本來经營效益就不太好，業績不太好，完了之後還趕上在這塊要加大投入，所以它只能把其他的投產比差的那些業務線全部要砍掉清理。過去像這種業務線它也可以養着，好歹能帶來點流量，只要虧得不夠狠都可以養着。但現在对不起了，全部砍。你看看昨天咱們介紹小米是吧？小米你看裁員，阿里、華為這些大廠是吧？各有各的難，現在都遇到難處，所以這才年終，所以我就不知道這個年底會怎麼樣。大家想一下，這個年底啊，那是哀鴻聲，叫哀嚎聲一片，這個就亡國散人的這種尖叫聲。美團2000人的離職潮不是寒冬的終點，而是一個全面步入存量博弈、高效考核的時代的序曲。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學會在沒有巨頭隱蔽的商業叢林裡真正獨立的行走與捕食。也就是說，美團不管怎麼聲明、怎麼解釋、美化，只有2000人，不痛不多，就2000人，但是實際上掩蓋不了他目前遇到的困境。這2000人只不過是個開胃菜，是一個投石問路，年底或許就是2萬。當然了，這個不一定，實際上不光是美團，你看今天晚上這個軟件巨頭東軟開始變相降薪，說東軟集團又被推到台前。這次不是因為 AI， 也不是因為智能汽車，而是員工端的一組細節。根據新浪科技報道，多位東軟員工反映，公司將部分員工公積金繳存比例從 10% 下調到 6%， 同時对午休和就餐時間做出更嚴格安排。一般像這種公司走下坡路，公司不行了，開始抓考勤。還有員工稱，餐廳窗口12點前不售餐，部分樓棟午休時間被壓縮至半小時。東軟方面回應稱，公司是按照公積金管理相關規定進行例行年度調整。實際上，這個企業在合規區間調整公積金，你是往下調，對不對？你怎麼不往上調？抓考勤，這個跟幾年前的京東是一模一樣的。咱們還做過節目，你看京東現在，所以說一抓考勤，那說明就企業不行了，壓力大啊。2025年，東軟交出来5年來最差的一份成績單。年報顯示，東軟集團2025年實現營業收入120億，同比增長 4%， 規模淨利潤虧損 3.6 億，同比下滑 668%。也就是公司的收入還在增長，但利潤已經掉頭向下暴跌，收入沒有停，利潤沒有跟上，這比單純收入下滑更麻煩，因為它說明東軟的問題不是沒有業務，而是業務越來越難賺錢，業務做的越多賠的越多，不做又不行，變成這樣。作為中國軟件第一股，東軟集團，對吧？是軟件教父，結果已經這樣了，軟件教父現在成這樣了。今天的東軟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軟件公司。年報顯示，東軟目前業務涵蓋醫療健康以及社會保障、智能汽車互聯、智慧城市、企業互聯及其他4大板塊。2025年，這4塊業務收入分別是19億、47億、21億和33億。智慧汽車互聯已成為東軟最大收入來源，收入占比接近40%。按理來說，現在新能源汽車銷量這麼大，出口這麼多，那你按理來說，你這個東軟智能汽車這塊應該是賺得盆滿缽滿，實際上不是。2025年，智能汽車互聯業務毛利只有 13%， 相比之下，醫療健康及社會保障毛利是 35%， 企業互聯及其他毛利是 27%， 智慧城市毛利是 22%。你給那個主機廠商供應汽車方面的這種汽車互聯軟件，這種毛利只有 13%， 最大一塊業務反而是毛利最低的一塊，這就是東軟利潤表不好看的核心原因。
公司確實把盤子做大了，但收入結構變重了，毛利率被拉低了。好了，你看從這兒你就能看出這個新能源汽车行業怎麼樣。這個東源你可以認為它是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產業鏈裡面的一環，做的越多賠的越多，毛利13%，那你說你再上其他利潤、其他的成本，你把人再算上，那基本上就是賠钱，所以它降薪，這就不介紹了。总之，你看现在什麼個形式？我們所認為不錯的崗位，這種互聯網企業、移動互聯網企業、新能源汽車、軟件、IT 的這種，都是咱們的這些本科的或者是985、211這大學生想去的企業，所謂的大廠，現在都是一個比一個難，這就是我們當下的情況。所以到年底或者怎麼樣的，最後我們再看看咱們的資本市場、紅綠市場。這紅綠市場可以說今天的簡直了，再次體現了什麼叫夯實基礎，什麼叫壓艙石。今天上證指數主動回撤2.06%，已經到了3913点。我看了一下，它盤中到了3900点，馬上就上去了。這就說明这個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所以大家不要慌，才微調2個點，毛毛雨是吧？深圳成指微調主動回撤3.48個點，也不多嘛。北證50回調是6.78%，其實也不多。你跟韓國的比起來，韓国的綜合指數动不動跌8個點，這不能同日而語。所以一看咱们還是非常穩定，金融消費者的情緒也很穩定。科創綜指微調4.36%，創業板指數微調3.1%，科創50微調3.4%。你相比較，大家忘記了有一天科創漲了8%呀，8點幾，回調3%的，那是都是計劃之內的啊，一切盡在掌控，大家不要擔心，不要害怕，不要緊張，一切盡在掌握。這個就是主動回撤，是為了打出去的拳頭更有力，是為了慢牛走得更穩，行穩致遠，這話沒錯。所以說你光漲那是崩盤式上漲，你這種上漲往前走2步，退一步，再往前走2步，再退一步，主動的退一步。現在是屬於主動退一步。我看很多人不太了解，有點緊張，有點慌，但是我看大部分金融消費者他情緒很穩定，紛紛表示我已落地，感覺良好，紛紛表示已經深套，沒有想法了。但是這種人是少數，別的不着調的，說實話我也不動了，就這麼着了，我這一輩子就是解套。你說的這些話，對吧？那都是給敵對勢力遞刀子，對吧？怎麼能長他人志氣，滅咱們自己威風呢？我看每日股市也沒好到哪裡去，走得更沒有章法，一點精神氣都沒有。那看我們這是完全是跌得虎虎生威，漲得更是氣貫長虹，那不像日韓股市走得畏畏縮縮，相當的不體面。今天你看成交量那更是2.8萬億，說明籌碼鎖定性良好，那大家都不願意把這便宜籌碼賣掉2.8萬億，更加凸顯這個回調是預料之中，盡在掌握。今天就這個情況，還有800家是上漲的，給我們金融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很多金融消費者為此而高興的合不攏嘴。主力派出了4680家倒車接人，上一次以前天天倒車接人，你們都不上，不知道在等什麼，死活不上。你們拿了窩囊費，準備幹什麼？想存銀行裡靠那利息發財是嗎？這不可能。主力現在誠意滿滿，我看很多股票直接就打個8折，打8折你還不買，那你想幹什麼？主力都打8折了，有的誠意滿滿，就讓你倒車給機會。這個任澤平老師就是這麼說的，給你8折了你還不上，你想幹啥？你還有什麼機會翻身嗎？所以說趕緊把你的窩囊費拿出來，加點，想辦法添一點，湊50萬進去，翻身的機會就在這兒。你想想，你過去你總說沒得選，說好股票不多，就我不知道上哪個好。現在好了，你看4600多只，你夠你挑的，對不对？有硅基的，有碳基的，有消費的，有半導體。你想什麼琳琅滿目，你想什麼都可以，都回來接你。那你說你還有什麼好挑的？挑三拣四的，那老是猶猶豫豫不敢上，這哪行呢？那活該牛馬一輩子。這個時候就該大膽的上。我看了一下這個，今天有國際媒體，他居然說他也認可中國資本市場是穩定器。你看看這是誰說的呢？這是淡馬錫的吳毅斌，他在財經雜誌7月12號一篇文章，叫淡馬錫吳毅斌說，全球資本市場高波動將成常態，中國資本市場是穩定器。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一唱一和啊？我在1個月前我就開始說，咱們是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定海神針。沒錯，你看現在國際上專家已經開始認可我的說法了。
他們也開始在媒體上呼应，開始說中國資本市場是穩定器。這我早就說了，我後来我一眼就看出，咱们這個良苦用心，中國資本市場是全球資本市场的壓艙石，定海神針。這個所言不虛，這絕對不是胡編亂造，這是吹的，這絕對是這個專家這麼說的。他說，吳一斌同時提醒全球市场短期波動性在提升，在未來12個月能夠持續上升，但全球流動性過剩，信息高度一致後變成了流动性的放大器，所以說市场的波动性会提升，就是全球資本市场這個波動性就要提升，上蹿下跳，一會兒熔斷，一會兒向上熔斷，一會兒向下熔斷，那不跟猴市一樣的嗎？說的就是韓國市场。但是你看他說全球資本市场的高波動性會成為常態，淡馬錫需要考慮整體整合組合的韌性和靈活性。我們將中國市場視作穩定器。好了，以後咱們這個資本市場是全球資本市场的穩定器、壓艙石、定海神針，就不要再有顧慮，大家要承認這個現狀，不要再不服氣，要抬槓，你要接受這個結論。當然，它的文章非常長，我就不念了。總之你記住了，就是壓艙石、穩定器、定海神針就完了，絕对不是某些人說的什麼沙灘上建高樓，這不对，这要批判。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